又係站立式運動時間啦。做嘅時候請大家留意呼吸同埋身體嘅反應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收腹，打開膊頭，收緊上背，將隻手用力向後向外指，同時拉直隻腳，收緊臀部，將隻腳向側邊指，再收腹，合掌放喺心口，同時提腿，大髀收緊，腳板底向中間指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雙手升到膊頭咁高，打開膊頭，收緊上背，然後曲手踭。呼氣收腹，將兩隻手向後邊轉，喺背脊嘅手心要向外，同時同側嘅腳就向前邊交叉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上臂貼身，緊握拳頭，呼氣收腹，重心後移，膝頭哥會微曲。吸氣，企返直，呼氣收腹，提腿，轉側邊，對側嘅手就掂提腿腳嘅外邊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動作。呼氣收腹，然後提腿攬高隻腳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重複另外一邊，然後再呼氣，伸直隻腳，腳趾向天花，然後向上向內踢，拉長大髀同埋臀部側邊嘅肌肉，同時將對側嘅手拍落大髀嘅外側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，呼氣又重複另外一邊。雙手遞到膊頭咁高，然後曲手踭，手心向前，呼氣收腹，緊握拳頭，向前向下彎落去，同時腳踭離地。吸氣，前臂向翻上，打開手指，腳踭踩返落地下。呼氣又重複動作，做嘅時候要注意上臂要保持同一位置。雙手放心口，呼氣收腹，雙手用力打開手指，伸上天花，同時將隻腳拉直向側邊指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。呼氣，雙手用力向側邊指，打開手指，同時另外一隻腳伸直向側邊指。吸氣，手腳返原位。示範又做完啦。如果大家有問題，歡迎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